我哋係第一組。我哋嘅計劃名稱係浪漫指南。我哋希望設計一個以浪漫為主題嘅活動，啟發大家可以如何喺日常生活獲得幸福。計劃對象係青少年。我哋希望喺西灣河一啲空間設置抽籤筒，上面寫住獲得幸福嘅方法。籤上嘅文字可以俾到建議使用者，裡面亦會有一啲空白嘅籤俾大家自行填寫佢哋獲得幸福嘅方法。我哋希望以上行動可以為大家日常平淡嘅生活多添色彩。我哋相信無論係一個人獨處定係人與人嘅相處都可以有浪漫。希望青少年可以喺忙碌嘅學業生活得以放鬆。我哋係第二組。我哋嘅計劃名稱係 Vivid Signboard。我哋關注泰安樓嘅店各式各樣嘅招牌特別之處。我哋嘅計劃對象係所有西灣河嘅街坊。我哋俾大家睇一啲泰安樓嘅店，用紙遮住佢哋店嘅招牌，俾大家幫佢改個名。最後我哋會揭開紙，俾大家睇佢嘅店名，並講解一下佢嘅故事。我哋希望通過呢個有趣嘅小遊戲，令公眾對泰安樓嘅各種店鋪有更多認識，亦可以了解更多關於呢啲店鋪招牌背後嘅故事。我哋係第三組。我哋嘅計劃名稱係停一停，傾一傾。我哋希望為想傾偈嘅人揾到對象，想靜一靜嘅人揾到娛樂。計劃對象係喺海邊消遣嘅人，想揾人傾偈嘅人，又或者想一個人安靜嘅人。我哋會喺西灣河海邊設置資源箱，箱內設有畫冊俾人留言，記錄下當下嘅心情同心聲。同時都設有報紙俾人閱讀。而呢度有橙色同藍色手帶，戴上橙色手帶代表有興趣同人傾偈，而戴上藍色手帶就代表想一個人消遣，令想傾偈嘅人揾到大家。我哋希望以上行動可以為人消除苦悶，而對想揾人傾偈嘅人，我哋希望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嘅互動交流。同時我哋希望讓大眾明白，一個人並唔代表寂寞，一個人都可以有唔同嘅娛樂途徑。我哋係第四組。我哋嘅計劃係國際點餐節。我哋嘅計劃係關注外國遊客喺點餐上面嘅困難，而計劃對象係喺泰安樓一間海南雞飯店嘅老闆，同埋光顧嗰間店鋪嘅外國遊客。我哋設計咗一個有唔同語言嘅點餐紙，計劃係將點餐紙擺喺食店。點餐紙上面除咗有國際語言之外，仲有外國遊客睇得明嘅廣東話拼音，令到老闆聽得明遊客講緊啲咩。我哋希望以上嘅行動可以令到外國遊客知道點樣點餐，同埋自己點咗啲咩食物，亦都可以令到唔識外語嘅海南雞飯店老闆明白外國遊客想叫啲咩餐。呢個計劃既可以方便到老闆，又可以方便到外國遊客。我哋係第五組，我哋嘅計劃名稱係三角洲計劃。我哋關注嘅議題係西灣河居民如何可以更有效率咁樣過馬路。於是我哋提出咗一個可以安全地打斜過馬路嘅方案。我哋會喺筲箕灣道泰樂街嘅十字路口設計一條打斜過嘅馬路。我哋會加入計時器同聲音效果，提醒大家過馬路剩低嘅時間。同時，斑馬線嘅顏色會隨住紅綠燈變化。綠燈嘅時候，斑馬線會變成綠色，而紅燈嘅時候就變返紅色。我哋會用遊戲 Minecraft 將呢個設計呈現出嚟，希望可以令居民過馬路嘅時候既安全又快速。我哋係第六組。我哋嘅計劃名稱係外賣員世界盃委員會。我哋希望計劃為平日唔常接觸到外賣行業嘅大眾，能夠多啲了解到外賣員喺工作裏面會遇到嘅辛勞同埋難處。我哋嘅計劃將會有3部分。第一係速度賽，挑戰者需要手提裝住有2杯水嘅盤，佢哋要以最快嘅速度到達目的地。如果有漏水，將會被扣分。第二係耐力賽，挑戰者需要雙手都拎住寵物，我哋會根據佢所堅持嘅時間進行計分，而我哋嘅時間係設定有上限嘅。第3個項目係記憶賽，喺挑戰開始之前，挑戰者會有一段時間去背一份訂單嘅內容。然後喺結束之前，又要重新複述一次訂單，並且會根據佢哋正確記住嘅項目所計分嘅。我哋希望透過上述嘅體驗設計，令到大眾能夠體會到外賣員嘅辛勞。
喺日後佢哋自己叫外賣，又或者喺街上面見到外賣員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更加體諒佢哋。